我哋能唔能夠去信任人哋？原來喺0至1歲已經埋下咗種子咯喎，一齊嚟睇下。就講緊0至1歲啦，係0至咁即係1歲，BB 仔嘅時間啦。嗯我哋係發展乜嘢啊？信任，任何不同嘅原因，令到我哋覺得自己不受保護，咁、你就會出現叫不信任。如果你過渡唔到呢，你會好難去相信人哋。當我哋嘅神經系統發生一啲嘅問題，亦即係我哋講緊嘅障礙，自閉症啊，說話發展緩慢嘅障礙啦，咩亞氏保加症啊、讀寫障礙，佢嗰個神經系統，亦即係佢嗰個生理唔能夠去同個心理兩個互相協調到嘅時間呢，佢有機會出現嘅情況就係一種嘅冇安全感，個情緒起伏好大。所有我哋今日講嘅發展障礙呢，都會係